湾今比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连续5日都无新的确诊。国内人士还是维持到440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台湾是一个安全的社区。疫情下跌的，各界都当期待经济、旅游、韩国各产业会逐渐恢复正常。交通部证实会同5日过后推出振兴国民旅游相关措施。第一阶段会由官港公费协会来示范推动防疫旅游。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18就要举行嘅，不過台灣當前還蠻數到要強行。美國聯邦參議院同美同時間10日通過一項法案，指導講美國國務卿應該愛同台灣簽署，用觀察員嘅身份參加 WHO。外交部對也表示什麼同歡迎。今年5月12日係國際婦女節，總統蔡英文接見婦女世界代表，感謝家到在抗疫當中按三項付出。韓國面向大災難嘅評價當公用，會留到台灣人嘅新國度。沒有婦女時出面呼籲政府會改善醫護長期高壓韓國較唔好嘅工作環境。全世界超過420萬人受到武漢肺炎，有超過28萬人死亡。俄羅斯10日因為新增加確診人數創新高，連續9日單日都突破1萬人。